大家平安。这点咱希望咱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的敬拜。我一生要学乐耶和华，我耶和华时要唱歌学乐我的上帝。咱三角来念圣诗，圣诗第9首，圣诗第9首。万有三角自集欢喜，万有三角自集欢喜，学乐上帝，齐声吟诗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上帝仁爱无穷无尽，创造天地海甲万民，学乐天父荣光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！咱三角起立来吟。天光的华丽。
归队，阿拉天地延更上帝，阿利路亚，阿利路亚，阿利路亚。但愿世间是无烦恼，实在免惊有主通靠。阿利路亚，阿利路亚，爱皆三听同心同情，我在上帝永远无停。阿拉天地永更上帝，阿利路亚，阿利路亚，阿利路亚。这条咱三个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，咱一声来念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温州基督岛任内受苦，定是第死埋葬到阴府，第三日对圣中国我上天，他坐全能的父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。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最赦免肉体和我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下面咱三个来客，今仔要客的所在伫客约翰65篇，也就是启示录21篇，伫圣诗后壁连1119页。启示录65篇，现着咱大家来听。我有看见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因为前的天、前的地已经过去，海嘛无去。我阁看见圣城、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，亲像新娘装塔好势要迎娶丈夫。我阁听到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讲：看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，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，因要做伊的子民。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，做因的上帝。伊要擦去因目睭拢肿的目屎，无阁有死实，嘛无阁有哀伤、嚎叫、痛痛，因为前的代志已经过去。后来坐伫宝座前，向伊讲：看，我将万物拢换新。伊搁讲着写起来，因为这个话真实可靠。因搁甲我讲完成啦。我是阿鲁法甲欧米伽，是开始甲结束。最大的人，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。得胜的人会先接这个。我要做因的上帝。因要做我的兄儿。咱三个按头来祈祷。阮的天父的爸，阮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甲慈爱。今仔日是2023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感谢你拢时时看顾阮、引带阮，赐予阮一个恩典甲祝福，互阮伫你的迄个当中会当分享着你的疼甲恩典，互阮无论伫啥物所在，伫啥物款的环境，拢通得到主你的保守，会当安然经过每一天。而将要过去的2023年当中，你也保守甲带领阮行过了济的风雨甲挑战。那阮今仔日又搁来到主你的圣经内面，我要献上阮的感谢，也要对这一年来所毋知犯的罪，也求你来赦免，也求你来洗清阮的罪，也求主你引带阮头前也要行的路。主啊，
伫即个时刻，也互阮静心献上阮的祈祷。感谢天父，伫过去的一年当中，赐予阮力量甲智慧，互阮学会晓成长、坚定甲体贴。求主眷顾遐2023年受苦受难的人，无论是拄着自然的灾害、疾病的折磨、战争的伤害，也是其他的困境，求主赐予因力量、安慰甲庇护，互阮心怀感恩，纪念伫即一年难忘的时刻，而且以谦卑的心恳求上帝你的恩赐来照光阮头前要行的路途。入要进入2024年的时阵，阮依然怀着信心甲希望，仰望未来。阮会当伫新的一年的当中，依然心存善念，体贴彼此，来勇敢付出，好听甲善意遍布伫阮的生活。求主赐予阮智慧甲理解，面对未来的挑战甲变故的时，会当斟酌应对，而且体验到教理无穷的阻碍甲稳定，互阮学会晓接纳无同，团结一致，来努力打造更较好的世界。主啊，求你互阮的教会伫新的一年当中会当继续成长。我们伫将来到的2023年，也要为你的教会甲事工做一个推展。求你赐予阮智慧甲能力，行照着你的旨意来行，因为你是阮的帮助者甲保护者，互每一个人拢会当感受着属灵的温暖甲欢笑，来见证你的恩典甲大能。入要过来的总统甲立法委员的选举，主啊，求主赐予每一个人有真正的智慧，会当选出新的领导者。互因有智慧，用公义甲和平来领导人民，互阮的国家真个成做世界的福祉，互世界会当充满较侪的包容甲理解，互和平成做阮共同追求的目标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新的一年，求你陪伴阮行过每一天。互你的慈爱、甲恩典、甲阮、甲无伫阮当中的兄弟姊妹，以及所有的群的人同在，阮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，阮也将一切的祈求甲请求交托互恁。我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圣歌的献诗。随无言。
下面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，今日看的经节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，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1节，和合本字记载新约127页，白话汉语本字31页，现代中文译本字44页。现着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。第3日，伫加利利的迦纳有婚姻的宴席，耶稣的老母伫遐。耶稣甲伊的学生也互因请去赴宴席，酒用了。耶稣的老母就对伊讲：“因无酒啦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老母啊，我甲你啥物干涉？我的时还未到。”伊的老母甲遮个找用的人讲。既然伊甲恁讲的，恁着惊伊。照犹太人洗清气的例，伫遐有摆6个石案，逐个会得着2-3桶水。耶稣甲找用的人讲，用水互伊满甕，就互伊满到甕口。佮甲因讲，呾着养伊，芳互将你缘道的人，就芳互伊。水变作酒，将你缘道的试啉缘道的试啉伊，毋知对倒落来，独独养水的人找用知，将你缘道的，就叫先囝杀来，甲伊讲，人拢是大先摆好酒，教人啉济济，甲用较厝的，独独你留好酒到即粒。即个头一摆的新夜，耶稣行伫加利利的迦纳，来显出伊的荣光，伊的学生就信伊。以上讲到今日牧师要讲的题目：丰盛的性命。咱请姚牧师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拄啊好，今仔日是2023年最后一遍的主日，也是2023年最后一日。有时阵有这种感觉。就是对伫年龄愈来愈大，会感觉讲时间愈过愈紧。咱会记细汉的时阵，会感觉讲读国小、国校6年，会感觉足长，对无？你对伫一开始去学校，到你要上初中的这6年，你会感觉真久，你的改变也真大。但是咧，到后来，你会发现讲，好亲像昨啊个即个。新的世纪啊，无偌久，咱已经新的世纪强要过1/4啦。咱敢有即种感觉？哦，至少牧师有即种感觉啦。感觉时间过够紧，无偌久安尼，好亲像即个昨较结婚共款啊，即马要18年，我嘛是有即种感觉，就是时间过啊足紧。啊，家己感觉家己无变，但实际上。你是变化真大，但是咱往往会感觉讲，家己好亲像，一万年久对，1999年12月31号要迎接新世纪，啊到即马，一万年久就过，啊你感觉讲，当时嘛感觉即马嘛真少年啊，但想想咧，哇，迄是23冬前的代志，23冬，迄变化偌大咧，你当时是飘撇的少年兄30外岁，啊，即马20几冬了后，50几岁啊，啊是当时啊搁梳妆打扮，搁安尼水水啊，啊即马咧70、80岁啊咯，已经做阿嬷。好，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，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。啊，主你默默的主上帝，愿感谢你，伫一年的最后一天，愿自己做伙，用感恩的心。做伙来敬拜你、学讨你，因愿知阮所行过每一日，拢有主你好美好的旨意。你也亲自去引带阮，互阮平安过一年。所以伫一年的最后一日，也是最后一个主日，主啊，恳求你，直接向阮讲话，透过阮今仔日所做伙读的圣经经节，以及对伫圣经的分享，主啊，你亲自对阮讲话。你互阮会当捌主你哪亲，你也加添阮的信心、甲勇气，以及增加阮
疼你，甲疼正人的心。我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咱2023年要结束啊，咱即马备班要迎接即个全新的2024年。咱回顾过去所行过的即个364天，咱可能咱中间有兄弟会感受到讲，咱伫生活中间充满了上帝奇妙的恩典，但是难免咱中间可能也有兄弟姊妹，你会感觉讲啊，过去一冬我行了真辛苦，甚至侪人，咱到年底落伫网络顶面会看到真侪啥物2024年运势分析，就开始伫遐讲有诶无诶。啊，看来看去，好亲像咱每一个人每年拢过啊真好。当然，这鼓励人真好，但是敢是有的人看到过去行过的日子，看到是啥物运气啦，这是命运啦。若无咧啊，这是拄啊好啦，拄啊好我过去即年拄啊好过啊袂歹，过去即年我真衰过啊无好。有的人看到的是感受到上帝的恩典，有人感受的定是运气、命运，也是偶然发生。我想即两款的心态是差别真大，但是差别伫倒位呢？另外这，咱今仔所读迦纳的婚礼中间，耶稣将水变做酒。佫是变做美好的酒的即个心者，其实会当互咱知影上帝的气力怎样伫咱人生的中间来运行，怎样也透过伫咱伫人生的中间所行过的路，怎样互众人也会当感受体会到上帝的气力。会记即耶稣书一来，咱西湖教会讲道就一直强调，咱看到新约中间耶稣行新者，实际上新约是用希腊文写，伫希腊文内底无一个名词叫做新者，因当讲到新者，也是咱汉字的圣经。华语的圣经，无论和合本、现代中文译本，也是咱的台语圣经所翻译的新者，即个名词，伫希腊原文中间有倒几款意思？毋知咱一冬了后，用要一冬了后，敢会记？新者是啥物？新者伫希腊文内底即个记号叫做新者，记号即个字翻译做新者。也是讲，当新约圣经用希腊文来记载耶稣所行的奇事的时阵，用计划即个希腊文来表达新者。计划第二类，气力；第三类，作为。当然，其他佫有真多，但是这三个是上重要的。计划记号是咧，记号。上帝气力的记号，上帝听的记号，上帝同在的记号，这拢是耶稣行新者要互咱学习到的，互咱看到的，互咱经验到的。上帝的气力的记号，上帝听的记号，上帝同在以马内利的记号，上帝的气力显现耶稣透过行新者。互众人经验到、看到，就是上帝的气力是遮尔啊大，超越自然的气力，超越自然界的规则，是超越自然的、超自然。然后作为，这是上帝的作为，透过耶稣圣囝耶稣行新者来表现出。上帝听世间的
世间人的作为。所以，就兄弟，咱斟酌咱细字来看这段耶稣伫迦纳婚礼的中间行神者的记载。在其中有记载一个代志，通常咱主日学老师讲故事，也是有时阵咱家己读，咱会忽略着。咱拢讲耶稣用水行神者变做酒，但是其实这段圣经记载内底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，这个水是啥物水？这个水是耶稣用遐个照着犹太人的风俗来洗手，也是洗物件的石红的水。咱用咱白话来讲是啥物？洗手水啦，洗手水啦。咱去便所拍开水来洗手的即款的水。但是耶稣用即款的水来变成美酒，美好、真好的酒。咱若用即点来看，洗手水、洗脚水，咱知影咱即马去看迄个影片内底回教徒，因要去做礼拜进前，要入因的即个清真寺以前。因会做啥物动作？敢是外口有一个洗手台，然后咧，因会伫遐洗手洗面。啊，若伫中东，因拢毋是穿鞋啊，因是穿迄个啥物衬拖啊。然后咧，骹有诶嘛会洗，但是上重要是爱洗手。咱若看迄个景象，你会感觉讲即款诶水，你敢会来啉？可能你袂，可能伊是水是清气诶，但是咱袂去啉。别人准备要洗骹洗手的水，所以咱讲耶稣行神者是将一个卑微普通的物件，然后咧透过伊的气力行神者了后，变成美好的酒，互众人啉了后，就会讲哇，主人啊，行即个。新郎，你若有将即个好酒放伫上后壁，阮拢啉酒醉拢袂当分辨好酒歹酒啊，应该是好酒先放出来啊，对无？即个台湾的酒店嘛，安尼算嘛，一开始是正港的酒，然后就到后来，我是听讲的，也无输毋捌，无啉酒嘛，无去酒店，莫去搁互人伫网络乱写，莫搁互人伫网络乱写。耶稣讲的即个例是讲，真侪酒店听讲就是讲安尼，一开始用纯正正港的酒，然后到后来咧，当人客啉啊，醉茫茫的时阵，迄酒根本就是厝顶的，甚至是假酒，已经拍开啊啦，啊然后内底放俗的酒，然后佮伊，因为人客已经啉酒醉啊，同款。耶稣用水行神者变做好酒了后，甚至人客一啉就啉出来，了甲迄个新郎讲：啊，你哪会安尼啦？一般人是好酒先摕出来，啊，你是好酒放伫最后较出。耶稣将平凡普通的物件行神者变做美好的，其实伫福音书内底，耶稣行神者常常拢是安尼，所以耶稣安怎医治即个痴迷的人，敢是用，互人感觉上垃圾的绿瓜仔糜、泥巴啦，佮用伊的喙烂搅搅的来。行神者来医治好即个痴迷人，互伊痴迷变做会当看见。有时咱想，耶稣行神者，甚至伊出一个命令，就会
基事就会成。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个动作？咱若对照耶稣用洗手的水变成美好的酒，这个新者来对比，你会发现讲，耶稣这个行动有伊的特别意义。人看做垃圾的，甚至配喙烂伫逐款的文化中间代表什么？这是对人的侮辱。所以喙烂伫大部分的文化内底拢毋是好物。亲像台湾人讲，你食人的喙烂，迄是歹意思啦。你学人讲话，佮无好法学，歹话你嘛学。同款，耶稣用粗俗的物件来惊信者，做出美妙的事。同款，当咱读到五块饼两尾鱼的即个信者的故事，咱听讲道常常会听到五块饼两尾鱼代表啥物？迄是耶稣迄个时代要出外的人所带，差不多是一天的即个食物，因所带的物件会当食粗饱，啊搁囥袂歹，所以五块饼两尾鱼，这是粗俗的人、普通的人出外的时阵所摕的便当。是粗俗的，同款耶稣用五块饼两尾鱼，即款粗俗有限的物件，却互5000人来食饱。耶稣也透过十字架，这是边缘的茶所做的一款刑具，处罚人的物件叫刑具啦。我想咱袂用上好的鱼脑器来做刑具吧，咱袂一定是用上差的物件。反正要甲人处死，你毋免做啊真水，你毋免用上好的茶，反正处死了后，这茶嘛无效。所以耶稣照着钉死伫十字架，即个十字架是用粗俗平凡的茶来做的，但是耶稣透过十字架，互世间人的灵魂会当得到拯救，互上帝拯救世间人的行动会当成。这拢是耶稣透过平凡的物件来行美好的新者的例。上帝特别爱运用人眼中平凡普通的物件来宣传伊的旨意，嘛袂当讲物件。反正上帝的旨意通宣传，通常拢是透过迄个平凡普通的人事物来互伊得到阳光。落去兄弟，这敢毋是咱日常生活中间共同的体会吗？共同的信仰体会吗？有偌济时阵，上帝通过咱一句咱感觉足平常的话，甚至是一个真平常的请安，却互别人得到信仰顶面及时的帮衬。甚至透过咱普通的一句话，也是你讲你捌发生过的一个小小的见证，你感觉无啥物啦。有时阵是你感觉这是朋友中间开讲讲的啦。但是有可能一句平凡的话、普通的话，上帝透过一句平凡的话，会当救着一个人的性命。透过一个你讲出来一个你感觉真普通的一个信仰见证，但是改变一个人的性命。上帝常常拢是爱用普通平凡的人事物来宣传伊美好的恩典，
来行大事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咱伫教会内面，咱敢毋是，也是不时亲目睭看到上帝运用咱，遐会可能别人看做真平凡的温事，煞互众人来得到祝福，也帮助到遐个有欠缺、有需要的人。可能别人来看，这是真平凡的。朋友拄到一个请安的话，你看到朋友面忧愁，你甲伊安慰一句话，甚至你的朋友可能伫人际关系有出啥物大问题，至到快乐袂起来，你甲伊讲啊，安尼教会礼拜，你来看卖一个啦。讲教会人拢真亲切啦，你来一个袂要紧，来看卖看卖。嘛无要求你信教啦，你来看卖。有时阵来看卖三字，真简单普通的话，有可能你的朋友、你的亲人，伫困难的中间，伫艰苦的中间，就因为你三字来看卖，欢迎你，煞互因得到真大的改变。互因会当白白领受到对上帝来、上帝所授予的祝福甲恩典。亲像讲，咱教会较属于小型的教会，咱的经济力甲大型的教会袂当比。但是每一遍咱教会机构的纪念主日了后，咱拢会当收到因来批感谢咱教会兄弟姊妹对因事工的关心、代祷甲奉献。可能你会感觉讲咱教会袂当做真多，可能因讲因一冬有算需要几千万，你会感觉讲教会搁安怎可能1/1000拢无？但是，咱莫袂记住，咱每一遍对外，咱诚做一间小型教会，但是咱有愿意关心咱教会的机构的事工，关心着教会的教育事工，咱关心着教会的即个文艺事工，也是大众传播事工。也是原住民事工，种种的事工，咱表达咱的关心的时阵，其实对伫遮个机构拢是真大的鼓励，甚至因安尼感受会到啥物，连众人看做是微细的机体，拢愿意关心，安尼，阮用因来看。因搁较体会到教会兄弟姊妹的支持，这就是伫创世纪12章第30所讲的：因你得福，因为你来得到福气。互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应允会当成全。虽然讲咱是真微细的，咱个人的气力无够。咱甚至咱教会兄弟姊妹，大家组织起来，咱感觉咱可亲像不如大型的教会，但是每一遍，当牧师收到这个感谢状来函的时阵，我算算的，哇！咱教会其实，咱所表现出来，咱对教会机构的关心。平均起来，咱是比大型的教会的遮的会友，咱是搁较表现出咱的疼心。然后咱在座有其他较大型教会，捌伫遐服侍过的中职，可能拢知影叶牧师讲啥物。这就是实际的咧，就是上帝透过人所看微细、普通、平凡的人，
来成就大事，来激励肢体的欠缺，来互人得到鼓励，互上帝的应允、上帝的祝福会当显明。咱来看，耶稣用6个酒甕的水，洗手水、洗脚水，变出美好的酒。第一，这是回应玛利亚的请求，因为玛利亚就甲耶稣讲：啊，要安怎要安怎，你爱想办法。因为玛利亚知影耶稣的身份，耶稣将水变成酒，也满足了这个宴谢，这个主人家的需要。但上重要的，耶稣这个第一个行者，将水变成酒，也好耶稣的门徒会当看见圣子耶稣的神性，伊有上帝的气力，伊会当行上帝的基事，因为伊就是上帝，伊是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世间。甚至奖励宴谢的这个人，嘛试啉这个酒。发现了，这个酒是迄天上好的酒。这互咱学习到啥物？上帝惊伊的大气力来行出来。上帝互人间中平凡，无啥物特别，甚至人所看轻的，透过上帝的双手，拢会当转变成做上帝手赐互众人丰盛的祝福。两兄弟，咱爱知影，上帝手赐咱的，一定是伊眼中对咱上好的。上帝手赐咱的，可能你伫迄时阵，你无拄拄感觉这是上好，甚至你认为这是我坏的。但是你行过这个路程了后，你就会体会。上帝手赐的拢是上好的，亲像讲即个，咱已经无几冬以前过身的，咱长老教会总会前的总干事高俊明牧师，伊伫1982年伫监狱的中间，伊捌写过一首诗，这首诗是安尼，伊用迄个即个花语写的，我求主给我一束鲜花。但他给我又难看又有刺的仙人掌，我求主给我几只美丽的蝴蝶，但他给我许多又丑陋又可怕的毛毛虫。我震惊，我失望，我哀叹。但经过了许多日子，忽见那仙人掌盛开了许多鲜艳的花，那些毛毛虫也变成美丽的小蝴蝶，飘舞在春风里。上帝的旨意最美善，这就是这首诗。后来人就提这个标题，最后一句做标题：上帝的旨意最美善。常常敢毋是安尼？无行到最后，咱哪会知影上帝的旨意是啥物？无行到最后，你哪会知影讲你即马感觉无好诶？你会甚至你即马会埋怨讲上帝啊，为什么互我经历遮个代志？但是我想，高俊明牧师伫监狱中间，面对着关监迄款会无自由，面对着迄款甲伊的家庭需要分别，甚至爱悲伤骂名。迄当阵，咱应该阁有记忆，40几冬前美丽岛事件了后，迄当阵甚至规个长老教会拢互人骂，讲是台独叛乱集团。所以听讲1980年初做兵的迄当阵的少年人上可怜，
去群众拢叫辅导长特别关注，特别关注，甚至迄当阵佫有真侪，迄当阵做兵的，后来是伫教会有分享，讲迄当阵伊毋敢做兵的时阵毋敢祈祷，因为惊讲因为伊祈祷的动作，人佫知影讲伊是长老会的青年，会伫遐互部队特殊关照，甚至会引起麻烦，所以食饭毋敢祈祷，迄是迄当阵的事的经验。但是咱看到，其实咱即马长老教会正讲也是讲迄段时间的历史对无？好亲像迄当阵的历史，反倒转变成咱长老教会伫现今面对着宣告挑战的时阵，我们好像能够抓到的最后一根浮的木头。好亲像迄当阵所经历的，遮个困难，是咱即马会当自我安慰的。咱教会的前辈拄着的困难比即马搁较大，虽然讲困难无共款，所以就个这无错，上帝的旨意上美好。虽然讲咱即马可能会对伫一寡面对的代志会无满意，但是莫袂去急，上帝的旨意常常超越咱通想象。其实，即个耶稣伫迦纳的婚礼所行的信者，上重要的信仰信息，反倒转毋是水变出酒。为什么安尼讲？咱顶一个拜日，咱看魔术表演，对无？绿茶也能变红茶，但是你敢会因为绿茶变红茶，你人生有啥物改变？有啦，坐边仔的人看出破绽，所以咧很高兴，很得意。啊，是讲咱坐遮，但是咱真巧，一看就知影讲这安怎变呢？我一看就看得出来。看见魔术，袂改变咱。你看的时阵真欢喜，但是咧，你看了后拍扑啊，真好耍，真好看。但是好亲像，甲耶稣行神者是无相款的。耶稣行神者有重要的信仰信息，就是当门徒看见水比正酒这个神者，这个记号，亲目看到耶稣的神性的显现，所以门徒看了后就信耶稣是基督，看了后就信耶稣是基督。上帝是一直持续伫咱基督徒的中间来行神者，用安尼来起造咱的信心。看咱西湖教会，咱已经接近40冬、30外冬，伫即个所在，连牧师安尼50趟会拢知影，内湖以前是看互市中心的人，所有的天龙国看做是啥物？郊区。咱遮有住超过40冬的，这是牧师，牧师细汉伫即个天龙国大汉，当时嘛是安尼看的，安尼看内湖。1970年代末，讲到内湖会想到什么？垃圾山是不是？垃圾山，真正，咱会想讲，咱的信仰前辈当时有即个远见。咱看内湖上旧的教会到近，嘛差不多无到70冬，对无？湖光教会，然后咧，你看即个市中心艋舺教会，近偌济年，100几年诶。济南教会嘛100几年，
大安教会嘛接近几若十冬，咱的年岁的一倍以上，真正咱的前辈迄当阵有即个远见，也是看起当地的需要，伫即个所在去做教会。虽然讲面对着真多的挑战，但是伫上帝的亲自带领下面，咱到今仔日阁持续去向前行，这敢毋就是上帝的心者？也是牧师讲第一遍来，会感觉讲，即间教会，看到一楼无人，小可毋敢爬来二楼咧。但是即摆看到即个教会安尼伫这云顶面，看到，会感觉讲，安尼看起来教会外表嘛古锥。这就是上帝透过咱一间平凡、规模无介大的教会所行的心者。咱到今仔日，咱犹原坚持每礼拜聚会。咱到今仔日，咱犹原迄坚持，就是无论规模大小，无论咱会友偌济，咱拢照期工来，照期工做礼拜。咱中级的服侍也拢照期工分配工作，只要咱协调了后，大家讲好了后，大家做伙来做。上帝的心者犹原伫咱即间教会时时刻刻的发生。相信上帝会超越咱所想象的，来运用咱逐人的恩赐，并且互咱有亲像咱的信仰前辈同款的信心甲疼心，咱做伙将上帝的疼甲恩典来带来咱的社区，带互咱会当拄着的正人的中间，就亲像耶稣互平凡无啥物特别石红中间的水，即个人来洗手的水。即个毋是用来啉的水，也是有可能连啉拢袂当啉的水。但是耶稣惊神者将水变成美好的酒，上帝也会使用咱伫别人眼中看做平凡的付出，咱付出咱的时间，咱付出咱有限的金钱，咱的才能、咱的威信、咱的祈祷等等，别人看做平凡，但是上帝会将这一切转变，来成做伊互正人的祝福。两位兄弟，要行入2024年，咱爱有信心，因为上帝要伫咱的中间来行奇妙的事，就亲像这39冬以来，就算讲咱资源有限，但是咱持续伫遮同心敬拜上帝，咱持续来见证咱的信仰，相信上帝会一直互咱伫信心甲疼心的中间，咱信心若坚固，咱的疼心也愈来愈大。上帝也会一直用伊丰盛的慈悲疼叹，甲伊的阳光，通过咱平凡微细的咱，互伊的慈爱甲阳光来显现互众人看到。咱做伙按头来祈祷。听阮的主，阮实在感谢你，你伫超过38冬以前，透过阮信仰的前辈，伫即个所在来去做教会。虽然讲阮面对着侪的挑战，但是主啊，对伫
圣囝耶稣所行水变做酒的神者，愿在你爱用平凡微细的人来成就大事，就亲像你透过阮的信仰前辈，一直到今仔日，持续徛起伫西内湖的西边来见证信仰。主啊，愿在你透过微细的人成就大事，你是爱阮，归荣光互你，你是爱阮。无因为家己所做来骄傲，你也爱阮伫服侍的中间保持阮的谦卑。你也爱阮，毋是我靠个人的才调甲智慧，是爱完全来倚靠主你，互主你来引带。所以主啊，伫过过来2024年，也求主你。时时刻刻带领阮，阮也等待主你要来大大使用阮，来见证你的阳光疼痛。恳求主你看顾阮，带领阮，也加添阮的信心，保持阮有谦卑。愿意互主你引带的心，来对主你来行。阮伫生活的中间，虽然讲难免会拄着家己感觉无好的事，但是主啊，也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，互阮有信心来等待你的心者来成全。主啊，恳求主你看顾阮教会所选出来的忠职，愿意同心为主你来服侍。啊，恳求主你看顾阮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伫信仰的路途中间，无因为暂时的困难来累积，是有信心。来等待主你新者来行，主啊，恳求主你带领阮，看顾阮，保守阮。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为咱三甲来因会的圣诗546首。圣诗546首，天父，我知一生当因是你为我安排，所以逐项是有反复。我愿照主所爱，恳求上帝现时将我全部服侍敬拜。咱三甲起立来祈。有
这那边奉献，咱请唱的执事甲其他执事来说。下面我来报告，像咱现开酒报，咱来还未报告进前吼，咱有新来的朋友吼，咱来参加，咱确定做个耍，咱甲大家就招呼安尼吼。来报告事项，第一项，小会公告，12月17，小会决议。对2024年1月7甲2025年12月31号起，由黄明义长老担任本会第二长老，梁千新长老的对2026年1月7甲2027年12月31担任第二长老。后一届中席的就任要伫2024年1月14主日礼拜中举行。那迄个新的年迄个时间吼，因为搁咧合调当中吼，所以会较慢出来，甲互大家看吼。即种未合调进程，未印出来进程，牧师时间有担任着部分，牧师会主动甲即个咱兄弟姊妹合调安尼。第二，1月7日教会插会班暂停一届。第三，有需要也是愿意开放客家举行家庭礼拜兄弟姊妹，像甲牧师也是教会总职讲，咱来安排。第四，咱鼓励教会兄弟姊妹参加每礼拜5下暗7点半到8点半的查经祈祷会。即马在经文里是旧约的创世纪。第五，下周1月7日主日礼拜，题目是信仰的经验，要看的经节是约翰福音第1章35节到51节，圣诗157、540到402，启文13，根故是诗篇42篇第1节。过来，咱看倒出边个部分，主的活动。主日礼拜上午10点，圣歌场练唱是上午8点45。查经祈祷会年均礼拜5下晡7点半。插会班是每一个月一届，是上午10点。祈祷会要查的经节是创世纪44章在40到34节。圣经事项的部分，今仔交代是小宝姐所长的。插会是张老师，清扫是夏宝姐。下礼拜讲道叶牧师，书会是秋梅执事，苏琴是牧师娘，领唱与信箱，苏贤玉洁执事甲
遗养之事，交代有兰兄甲石崇姐，插花是梁俊乐，清扫是燕京姐。下面奉献的部分，若有出入的，那参到我，也是甲球面之事来更正，吼。再来，咱来看正小编下底金符的部分，我用白话汉语本读一摆，大家用台语读两摆，华语读一摆。耶和华开枪灭人的目睭，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，耶和华疼惜义人。来，咱大家来念。耶和华开天人的目睭，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，耶和华疼惜义人。耶和华开天人的目睭，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，耶和华疼惜义人。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，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，耶和华喜爱义人。诗篇146篇8节。咱游玩节日来，大家互相请安问好。来，咱来念作尾上圣诗396首。圣诗396首，当要散会，由主祝福。互阮心中上快乐，大家结连亲爱互助欢喜，滚对主脚步，对主脚步，对主脚步，经过旷野主带路。咱三甲来吟，唱煞了后，咱请牧师接转。我要散会，求主祝福，互阮心中上快乐。上帝拢是透过平凡的人事物来成全伊的救恩，亲像圣囝耶稣将水变做酒，同款的，咱就亲像迄个石红中间的水，上帝也会透过。检采是别人看做平凡、无特别的你甲我，来成全伊的大事。所以愿咱拢会当伫日常生活的中间，咱备办好咱家己，咱随时爱等待上帝对咱的呼召，咱备办好咱家己，咱才会当回应上帝的呼召。咱讲，我伫遮，我愿意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做伙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谢谢。
灭了以后。